今日蓮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19冊靈與我之間嘅精選分享，分靈有術之神聖呢個主題。聖尊曾經問三山九侯先生：老師啊，點解佛祖今生有咁多尊㗎？係咪全台灣啲寺廟嘅佛祖都係同一個佛祖？咁又點保佑全世界眾生呢？靈山寺同長雲寺嘅佛祖有咩唔同？係三山九侯先生就話：蓮生啊，呢個奧秘我唔講，眾生一世都唔會明。佛祖嘅靈光永遠喺世間，因為有佛子行如來聖事，呢啲人就好似佛陀在世咁。全台灣寺廟嘅佛祖可以話係同一個，因為佛性一樣，但係靈身就個個有分別，即係話佛祖法身永遠喺佛國，神通廣大，見到有善根嘅眾生修行八正道十善，就會親自接引佢哋去佛國。教導完之後，再派佢哋落凡間住喺寺廟，受人間香火供奉。所以佛性一樣，但係佛靈就個個唔同，明唔明？有人問我北港媽祖、鹿港媽祖、彰化媽祖、大甲媽祖，全台灣咁多媽祖，係咪同一個？仲有慈惠堂、瑤池金母咁多分堂，又點解呢？聖尊解釋話，媽祖菩薩嘅法身喺中天界見到有虔誠拜媽祖、心地善良嘅婦女，就會考驗佢哋。如果呢啲婦女堅守信仰、樂善好施、三從四德，死後媽祖就會接引佢哋去中天界教導，等佢哋修成之後，再派落凡間住喺宮廟受香火。所以佢哋都有媽祖慈悲心，但靈身就個個唔同，各自顯神通保佑眾生。聖尊喺靈機神算漫談提過，六甲媽祖成日笑，小港媽祖就嚴肅啲，而佢屋企供奉嘅媽祖最慈悲，見到人傷心會跟住喊，喊出嚟嘅仲係血淚嘅。聖尊問點解？媽祖話：凡夫流淚，菩薩流血，菩薩真係為眾生受盡苦難啊！我哋如果仲唔肯行善修行，點對得住咁多菩薩嘅期望？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以上內容都係摘自聖尊蓮生活佛嘅文集，歡迎大家上網留言。下集再見，阿彌陀佛。